啊，可能也评一本，哇，看起来也是很有历史的。其实，老师先前主持节目，八给几度？特别主持两个节目哈，什么2003年按照客家好音乐，还有2007年台湾客翻天。来上节目访问嘅人係寫出，一方面係訪問機，一方面係留佢畫書寫，一心二用，也係親目真心上，兩個身體咧。係啊。所以講其實嗰啲維度啊，發嚟動動音，還有從嗰美濃八音團啊，鐘彩祥老師啊，發動到嗰錄音架，然後就摸出嚟。還有嗰什麼客家的歌仔戲徐蘭妹，還有老的樂師，然後兩翻起嘅感覺係非常有意義。係啊，個記錄解釋這個嗰種心情。教北圖都係高中一套嘅美術班。其實都尋到一個生活跟心靈嘅寄託。因為你國中的時間哦，大部分的時間，像美術課、音樂課都拿去寫考卷嘛，就完全沒有美學的生活。啊，後來可能我是對音樂跟美術有興趣，剛好是完全被忽略的。可是讀高中的時間，全班都是喜歡美術，然後大家都喜歡聽西洋音樂，全部也好朋友。還有因為我爸爸楊雄哈，爸爸說你隨時要做寫生書寫的工作，高中的時間哈，隨時帶一本書寫本，還本到有一張翻眼哈，我生命中遇到的所有的人都要幫他畫一張像，畫一張速寫，代表我們曾經在這個世界上相遇。有的因為認識人已經挺多嘞哈，就摸法很多，不過特別畫速寫畫得非常勤。你下翻起來哈，非常感動。比方說，有一種係一張同學，有一天坐在角落哭泣啊，我就到去發下來，叫爸爸自殺，就唔想到同學講哦，就躲在角落一個人啜泣。然後那張畫我又畫得很好，就躲在角落，然後頭低低的這樣子。還有發街老病，特別該很多學校的那個工友啊，還有動作該老師都是老兵，講話鄉音很重，三民主義消失給胖呀，哦，我畫很多老兵，等下現在翻起來覺得很有意思。等下手機動風片哈，你可以拍高班中的相片，不過直接用寫生的方式、速寫的方式哈，很你真正用生命去面對該對象。那種的意義感覺不一樣，你等於在創造，或者說你真正用心的在記錄那個時空，那個 moment。都太好嘅時間，咪係美術嘛。咁侬會轉到音樂嘅咯？因為本來讀美術系，本來就想可能做畢業做一張美術老師哈，莫就從爸爸做一張專業的畫家。後來因為從小就賣卡帶，很喜歡音樂，哼哼唱唱。我也直屬學長，又是我的室友，是詞曲創作社的社長，頭髮很長，長得很像李壽全。他說：“學弟，你聲音不錯，可以來當主唱。”後來就走樂團主唱，大一的時候唱，然後大二就開始組團。